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r. 芬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超級熱門嘅話題：人形機械人 （Humanoid Robots）。2025年呢個行業已經唔再係科幻電影先會見到人形機械人。Tesla 嘅 Optimus、Xpeng 嘅 Iron、Amazon 倉庫用緊嘅機械人，仲有 Figure AI、Boston Dynamics、Unitree 等公司都喺度加速發展。Elon Musk 話 Optimus 會係人類歷史上最大嘅產品，市場潛力可能比電動車仲大。作為投資者，我哋最關心嘅係呢啲公司技術點樣，應用場景有邊啲，競爭邊個最勁，價格幾錢，有限制嗎？未來10年市場會點爆發？今日我就逐一拆解俾大家聽，幫你判斷值唔值得投資相關股票。首先簡單講下人形機械人係乜，佢哋有手有腳，模仿人類動作，用 AI 大腦控制，可以喺人類環境工作，唔使大改工廠或者屋企。呢個係最大賣點。人形機械人正從實驗室 demo 轉向商業部署，2025年到2026年係關鍵轉捩點，先喺工廠、倉庫等結構化環境應用，之後擴展到服務業、零售、醫療、家居，甚至危險救援。預計2026年到2027開始特定任務商業化，2030年左右成本降到親民水平，進入大規模生產。中國公司如 Xpeng、Unitree、Agibot 領先速度同價格，美國如 Tesla、Figure 領先 AI 同靈活性。細緻任務呢個係最大進步，首部自由度已經到22架 Tesla Optimus、Xpeng Iron 可以截衫、蛋殼碎、用工具，甚至未來做手術。Tesla Optimus 最新 demo 顯示超精細動作 ，Xpeng Iron 有仿生脊椎同柔性皮膚更自然。人工智能方向最大驅動，用端到端大模型學習，如 Tesla FSD 技術、Xpeng VLA 2.0、Figure 同 OpenAI 合作。機械人可以從視頻、模擬學習、自主適應新任務，唔使逐行編程。未來會更智能，預測人類意圖。溝通方向，自然對話同互動大提升。Xpeng Iron 用自家 AI 芯片支持高階對話、表情、肢體語言。Figure 整合 ChatGPT 可以理解語言執行任務。未來會更似伴侶，陪老人、QKIN 或者導遊。效率，重複任務超人類。倉庫搬箱、工廠裝配，27工作唔攰。Agility Digit 已經喺 Amazon 倉庫實用，預計提升30%生產力。電池續航力改善，全固態電池如 Xpeng 工作更耐。負重進步中，但未到人類極限。Optimus 負重約20千克。Boston Dynamics Atlas 最勁，可以抬重物、跳躍、跑酷。未來會更強，用於搬重貨或救援。處理危險任務呢個係最大賣點，針對 Dirty、Dangerous 工作，如災難救援、地震、火災、危險工廠、化學、核廢料、礦井、離岸油井，機械人可以進入人類唔敢去嘅地方，減低傷亡。Boston Dynamics Atlas 同專門救援機械人已經測試中。總結嚟講，未來10年，人形機械人會先提升細緻度、AI 自主性同安全性，解決勞工短缺同危險工作。短期2025年到2030年，主力工業應用，長期可能入屋企做伴侶或家務，但限制仲有電池短、成本高、法規未成熟，整體好樂觀，呢個會係下一個大革命。好，入正題，先講三大焦點公司 Tesla、Xpeng 同 Amazon。焦點公司1 Tesla Optimus。Tesla 絕對係人形機械人嘅領頭羊。2025年最新進展 ，Optimus 已經出到 Gen 3版本，預計2026年 Q1 正式推出。佢可以用 FSD 嘅 AI 技術，手有22加自由度，可以做精細動作，例如蛋殼碎、截衫，甚至輕跑步。應用場景一開始喺 Tesla 工廠用，做重複性工作，例如裝配零件。Elon Musk 話2025年會有幾千個 Optimus 喺工廠工作，2026年可能賣俾其他公司。長遠嚟講，可以入屋企做家務、照顧老人。技術能力用 Tesla 自家 AI 神經網絡訓練，視覺為主，唔靠遙控，行走自然，手部靈活度領先。最新演示同能力提升。跑步能力，12月頭 Tesla 發佈咗 Optimus 喺實驗室跑步嘅視頻，動作自然流暢，平衡同節奏好似人類一樣，速度大約4到8英里每小時。呢個係大突破，顯示全身協調同 AI 控制大幅改善。手部靈活性 ，Gen 3手部有22加自由度，都可以做超精細動作，例如蛋殼碎、截衫，甚至瑜伽姿勢。Elon Musk 話 Gen 3手部係 V2，其他任務自主充電、工廠揀物、分類物件、基本裝配。最新 demo 顯示更穩定同精準，但有啲公開演示，如 Miami Autonomy 事件，有機械人跌低，引發討論自主性。有啲懷疑用咗 Teleoperation 輔助生產同計劃。Gen 3版本預計2026年 Q1 正式亮相同有限生產，先喺 Tesla 工廠內部使用，目標幾千個。生產線 Fremont 工廠有 pilot 線運作，2026年建更大規模線，目標年產100萬個。
Elon Musk 話長期成本目標2萬美元，負3萬一架，形容一開始工廠重複任務，長遠入屋企、家務、醫療等。Musk 話 Optimus 會係 Tesla 最大產品，可能貢獻公司估值80%。Elon Musk 最新評論：最近 X 貼 Optimus 會係 Von Neumann Pro 自複製探測器，暗示未來機械人可以自己製造機械人，強調 AI 進步，用端到端神經網絡，唔使 teleoperation， 純 AI 控制跑步等動作。總結嚟講，2025年 Optimus 從原型轉向實用測試，跑步同手部係最大亮點，但自主性同穩定性仲有改善空間。競爭優勢 Tesla 有大量生產經驗 ，Gigafactory 模式可以大規模製造，預計價格長期落嚟2萬美元負3萬一架，超平。限制2025年生產量仲唔多，可能只幾百到幾千，自主性未完全成熟，跌低或者複雜環境仲有問題，安全同電池續航力都要改善。發展方向 Tesla 目標係 Legion 級數量8萬架一年。作為投資者，買 TSLA 股票就等於間接投資 Optimus， 佢可能貢獻 Tesla 未來估值1大半。焦點公司2 XPeng Iron， 中國公司唔可以小覷。XPeng 喺2025年11月 AI Day 推出新一代 Iron， 人形超逼真，有仿生脊椎、柔性皮膚、手有22自由度，仲用全固態電池，輕身又安全。技術亮點用 XPeng 自家 Turing AI 芯片，計算力2250 TOPS VLA 2.0 模型，可以對話、行走、互動，好自然。有男有女版本，設計好可愛，目標係令人想抱佢。應用場景一開始喺零售導遊、客戶服務。XPeng 計劃2026年底量產，目標2030年賣100萬架一年。佢哋開放 SDK 俾開發者加功能，生態圈好強。價格未公佈，但預計比 Tesla 平，因為中國供應鏈優勢。競爭 XPeng 避開工廠，直接打服務業同家居，避免同 Tesla 正面衝突。限制自主性仲喺發展，電池同 AI 都要迭代。投資角度 XPeng 係紐交所上市 XPEV 中國 EV 公司，轉型 AI 機械人潛力大，但地緣風險高。焦點公司3 Amazon 同其他公司。Amazon 唔直接做人形機械人，但係最大應用者。2025年 Amazon 倉庫已經有超過100萬個機械人，測試 Agility Robotics 嘅 Digit， 仲有自家 Vulkan， 有觸感，可以感覺物件輕重。應用倉庫揀貨、搬運，解決勞工短缺。Amazon 目標係完全自動化物流，最新計劃取代超過50萬到60萬工作。其他公司橫佢其他公司 Figure AI 估值39美元 billion。Figure 03可以跑步，好快好靈活，合作 BMW 工廠。Boston Dynamics Atlas 超勁跳躍跑酷，但商業化慢，主要研究。Unitree H1 同 G1 好平 ，H1 9萬美元。G1 13,500美元，跑步最快，適合教育同研究。競爭格局：美國 Tesla、Figure 領先 AI 同大規模，中國 XPeng、Unitree 領先價格同速度 ，Amazon、Mercedes 等大企業係買家，推動需求。價格整體，2025年一架人形機械人大約3萬美元，負15萬，高端研究型更貴，預計2030年落嚟2萬美元，負5萬。ASP 預計2035年前會從 USD 75,000美元降到 USD 25,000美元。限制：電池續航短幾小時，手部精細度未夠人類，複雜環境易錯，安全問題跌低撞人，法規未成熟。呢個係大家最關心嘅投資部分。2025年市場規模大約2美元，負3 billion， 仲細但增長爆發緊。未來10年到2035年，預測 Goldman Sachs 38美元 billion，ID Tech X 30美元 billion， 其他機構有話80美元負180 billion， 甚至 Morgan Stanley 話到2050年5美元 trillion。修正，其他估計到2035美元103 B 到243 B， 增長率高達47到49% CAGR， 主要驅動勞工短缺。尤其老齡化國家如日本、中國、歐美 AI 進步 ，ChatGPT 式基礎模型比機械人學得快，成本下降，供應鏈成熟。需求場景：先工業、工廠、倉庫、服務、零售、醫療、家居、家務、陪老人。投資機會：直接股票 TSLA、XPE、Agility 或 Figure， 如果上市。供應鏈 NVIDIA AI 芯片、電池公司、感測器公司。風險：技術未成熟，競爭激烈，經濟衰退減需求，就業影響引發法規。我個人睇法，未來10年人形機械人會係下一個電動車級爆發，潛在回報好高，但短期波動大，建議分散投資，長線持有。總結嚟講，2025年係人形機械人嘅轉捩點 ，Tesla 同 XPeng 領跑 ，Amazon 推動應用。市場未來10年至少30到40倍增長，值唔值得投？絕對有潛力，但要留意風險。巨型機器人如根鄧式已經成功開發，係日本 Southern Industries 嘅 ARCH 4.5 米高、3.5噸重，人坐入駕駛艙操控，已經有實體原型。從2023年起演示同預售，佢有2個模式：站立同車輛模式。
速度約10千米每小時，主要娛樂同展示用途。未來可能災難、救援或太空。量產預計有限生產，計劃賣5到10個單位，每個約3美元 million， 每架建12到18個月，唔會大規模量產，因為太貴同專門。2025年仲係小批量俾富豪或收藏家。超微細機器人、微納米級、醫療用已經成功開發，有原型同實驗成功。好多研究如 BioHybrid 微機械人已經喺實驗室測試藥物輸送、癌症治療、清除血栓等。機構如 ETH Zurich、Stanford 同中國團隊都有進展。量產預計仲遠，市場規模2025年約7美元負8 billion， 但主要係原型同臨床試驗階段。商業化同大規模應用預計2030年後，因為製造難、生物相容性、安全同法規問題，暫時未有真正量產產品。飛行機器人已經成功開發，係意大利 IIT 嘅 Iron-Cap 3加4個噴射引擎，喺2025年夏天首次成功起飛同穩定懸浮幾秒，抬高50厘米。Leonardo 走路加飛行混合都有原型，量產預計研究階段，冇商業計劃。未來可能災難救援，但至少要幾年後先有實用版本。量產更遠，潛水機器人已經成功開發，係 Stanford 嘅 Ocean 1K， 已經多次實地測試。2022年起探索1000米深船殘骸，觸感反饋俾操作者。量產預計研究同探險用途，冇大規模商業化計劃。未來可能海洋工程或考古，但暫時係單一或小批量，量產唔現實。飛速機器人已經成功開發，係中國 Robot Era 嘅 Star 1 L7 達到14.4千米每小時 ，Unitree H1 約12千米每小時，係2025年最快紀錄。量產預計呢個係標準人形機械人嘅一部分，好多公司如 Unitree、Robot Era 計劃2026年起小批量或量產高速版本，用喺工業或研究。總結嚟講，呢啲專門化機械人好多已經有成功原型同測試，尤其巨型、潛水、飛速，但量產多數有限或遠期，因為成本高、應用窄、安全挑戰大。相比標準人形，如 Tesla Optimus，佢哋商業化慢啲，主要研究或高端用途。大家覺得邊間公司最有前途？ Tesla 定 Xpeng？ 同埋未來同機械人一齊生活，或者同你爭工作，你有咩感想？留言俾我知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鐘仔。下集再睇下未來10年有咩投資機會。拜拜。